那一代是卖咖啡豆卖到去有名嘅风车，伊本名是叶元强，是苗栗台湾平行人。伊是替天子爷做采购，咪是对上合嘅咖啡开始爱到咖啡嘅。不过有人係同兴趣轉做正業，風車呢是係認證天子爺沒落嘅，嗰不仲愛專業，能開咖啡店嘅。不過有認證也店嘅，佢從嗰冇按上嘅，冇按有名。風車路用20多年嚟嘅採購經驗，以前藝術嘅也算古董級別，也到泡咖啡嘅加拿貨案呢，睇粉絲專業行同大家分享相關嘅構造同用法，用專業知識取得消費者嘅幸福。安尼一路團業務共用嘅，開創自家嘅咖啡藍海。金融海嘯之後，電子業就很難來了，所以要有隨時棄船的準備啦。對各種意思，明年農嘅領域比3合1嘅咖啡，悄悄嘅培養最興趣嘅風車，從來就唔是想過要開一間咖啡店。像我以前的公司。曾經1200人，10個廠區，然後現在都沒了，1個人都沒了。對，那電子業其實不太好待啊。那另外一方面，咖啡的部分在很多年前就開始計劃要從副業開始做。那當時並沒有一定說要轉到正職。開店係無奈何嘅，因為冇乜資本，店面用簡單，又冇乜人地，故所佢用做得賺得多錢，然後又做得地道咖啡知識的方式來開展市場。就每個小型的店面應該要有它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獨特性在。那在這個個性跟獨特性的部分，會吸引到一些族群的市場。那我的獨特性是因為我在過去10幾年有採購的經驗，那在採購的能力這一塊，去幫助我可以購買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比較罕見的，然後別人比較買不到的咖啡的器材，或者是杯盤之類的東西。那透過這個部分去吸引到一些對咖啡有興趣的人。佢用19年喺採購行練出來嘅清東西嘅本店，清到嘅各種嘅咖啡用品。所以我剛開始的那2年都在找日本、韓國，跟歐洲的東西。那其實我本身是不會日文，也不會韓文，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把東西找到，然後把它買回來。怎麼辦到的？就是採購的專業啊。透過網絡風車將熟悉來嘅成果同好鄰咖啡嘅人共下分享，用專業來得到消費者嘅幸福。收集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咖啡器材。然後把每個器材做一些介紹，然後透過這些介紹，大家可以認識到說我對咖啡的了解。那有一些人就是他會因為這樣子而去跟我購買咖啡豆。喺設平台咖啡店地圖，因愛弄黑報，講一隻比喺咖啡店唔當講係咖啡嘅研究院。一個法國式的用滴滴的咖啡壺傳到越南，就變做越南的咖啡壺。一道係土耳其的樹村壺。風車對各種的咖啡壺的歷史和個用的方式弄清清楚楚。早期在像這種摩卡壺，摩卡壺出現之前，摩卡壺它是一個就是有一點帶有壓力的萃取方式。那在摩卡壺出現以前，在意大利最流行的器材是那不勒斯轉壺。又稱為顛倒壺，這些都是絕版品。那這個是更早期的，就是我們發現，它算是很稀有，然後也算是很古早手工做的一隻銅製的顛倒壺。一道係莫在個生產的古董的樹村壺，唔過弄係用嘅得咯。咖啡壺多多從負責個呢東西地杯。咖啡壺加滿嘅滾水，點到頭來用其他高溫時間來處理。這其實在意大利來講算是小號的，他們有20人壺這麼大一支的，現在很難找得到了。泡大概要等10分鐘，然後沖出來好喝。就喺等嘅時節，風車開始講起樹村壺嘅歷史，佢喺睇泡咖啡嘅過程，弄清香素，馬清神氣。一道看起來像古呢東西係細方壺用來過濾咖啡嘅。他現在要跳了，
然后跳就开始数10秒。唔是用到高丽的部位和高丽的字，就做得做出一笔好啉的咖啡。在裁缝这部分其实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当年接触咖啡，之所以会觉得它那么有趣，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裁缝它的玩法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很复杂的东西。可是觉得最近这10几年来，好像很多招式都失传。专业知识为风车带来人客，唔过我留的是人客，最重要的就是咖啡调的好，来源要讲的清楚。你要知道说，在一个很小的产地的区域，它表现出来的味道特性，那这个部分会有它的资料可以去追溯，而不是买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有比较完整的产地资讯，包括它的品种包括它的处理法之类的。虽然可以是咖啡店，不过风车是讲是大是卖调味的。我们当初命名的时候是把它做豆饭，就是卖豆仔的。讲客叫卖调味，卖咖啡调味。就是我们只是要呈现就是我们的咖啡豆，然后让人家来买。可是我们又不是只能卖咖啡豆，我们可以卖出杯的咖啡，然后可以让大家喝到咖啡。风车卖咖啡嘛唔恐怖的，教人下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出咖啡店的美食。伊讲啉咖啡要含啊接近生活咖啡的市场，那会含啊法。我们看到一些日本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其实鼓励大家把咖啡豆拿回去煮，但是你要拿回去煮，有个前提就是你能够很容易复制咖啡店的味道。开店人人的人客总算系稳定的，不过退款还唔成问题。风车讲，假使有人马上要开咖啡店，也系想做其他要做的事情。佢讲我先做好準備來，總講咖啡一件事情，佢係對1996年就認真研究嘅8年，真有能力過不長嘅開店做生意嘅。